胆小姐，有言定下婚姻，不应轻王将备，府内则得到金夫的妻，永见我衣衫褴褛，十分不喜呀。他命我在兵部代官操办公诉，这婚姻之事，他从不提起。不知我那女胆小姐心意是何？唉，好不外门生也。
君子
坐啊，请坐啊。好一位美貌的小好一位英俊的小